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举办这台语控窑，来参加活动的台语家庭，无论是起窑、烹茶，这控土窑，大家拢是用台语来开讲。真侪人拢讲，这控窑是因做囡仔记忆，实在是真趣味。这边的人负责起土窑，另外一边的囡仔是负责熬土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总算把土窑起好势。大人开始烹茶，准备来控窑。对不少人来讲，控窑是细汉时真珍贵的记忆。我细汉的时阵住伫台南的庄脚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控窑是一个我囡仔时代的记忆。细汉有算过啊，想讲囡仔一定无算过嘛，所以带因来啊。好算。甲大家哥做讲台语。控窑食材除了有传番薯以外，个人准备要控卵、控鸡肉。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，逐年都会带民众到水田来办控窑活动，哪算哪学习，也做伙讲台语。文化甲语言是分袂过两种物件，控土窑这个是台湾最传统的文化，大家拢在讲台语，个算袂晓讲的囡仔，伊听，是嘛做咧讲，这叫这个沉浸式的真正式的迄个教育，其实我嘛是较爱用这个纯的活动，较生活化的物件。除了体验趣味的控窑活动，也趁机会互相交流，分享家己学台语的过程。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讲，未来会继续办各种的活动，让大家来认捌台语的水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